白內障手術的終極目標是還原人們年輕自然眼。科學家們也在不斷研發更接近自然眼的人工晶狀體。連續視程人工晶狀體就是一款模擬自然人眼的人工晶狀體，通過專利技術的設計，提供一定距離內的高質量清晰視程，實現真正的連續視力。當老人帶孫輩去公園，小朋友蹦蹦跳跳跑來跑去，美好記憶不留遺憾，全程照護更安心。通過消色差技術，增強圖像對比度，還原更加真實的色彩，令你創作攝影作品時更加得心應手。所拍即所見，即便在暗光下，視覺對比度仍然更清晰。夜晚出行更安全，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，盡情做自己，植入連續視程人工晶狀體，祝你生活狀態即刻恢復，活力滿滿。人工晶狀體的選擇和多種因素相關，醫生會結合你的實際情況，給你最優的建議。請和你的醫生詳細溝通你的需求。如果你對人工晶狀體的選擇還有疑問，可諮詢醫生或關注恩愛精彩公眾號，讓愛與精彩從未間斷。連續視程愛不失焦。